果咱若今仔日礼拜煞出去了后，伊毋是干那来遮做礼拜，毋是干那坐伫遮做礼拜尔，嘛会当摕一个物件出去，亲像拄仔咱所用的西瓜哦，这布人知。那安尼吼，今仔日咱用遐尼侪瓜来学肉，咱用遐尼侪瓜来学肉，好一条吼，你会当记掉，唱互你的厝边听。怪怪的，我拢捌唱歌，厝边听，常常唱歌，感觉怪。安尼有天去隔壁，踮咧厝的客厅唱歌，下来把你的窗仔门拍出。因为咱拄仔面收西瓜讲308首。308首上尾句安怎讲？讲吼，讲安怎？唱歌要报互人知咧，啊！你若出去了后吼，无一首背起来吼，啊！要安怎报互人会知吼？所以吼，今仔日咱听信歌队唱遐尼侪诗歌来学咯，毋是因唱，是咱嘛要做阵来吟诗学咯。所以你吼爱家一首记起来。今仔日咱转去吼，看咱踮咧咱家己的家庭会当真正吼唱歌报人知啦。惊讲因讲的吼人歹势，因讲的人惊讲毋知影听会遐清楚袂吼。但是若用唱的吼，看会较好唱袂吼。用唱的看会当报人知袂。其实吼，咱知影唱歌吼，唱歌的力极其大。咱若拄仔所吟的圣诗66首，新版的圣诗吼66首。咱看题目书，其实咧写歌词就是咧报道，对吧？我们会发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圣诗，每一首诗歌都是一个信息，都在分享一个信息。所以有时候有人有当下讲，要安怎讲报耶稣，不要紧，信息显开，歌词读好听，就是咧报道啊。歌词读好听，就是咧报道。特别是如果你会唱，你哪样唱，你用唱的。都咧甲伊分享耶稣基督出世对咱的意义是甚物。所以今仔日当咱咧讲圣诞赞美礼拜的时阵，咱用诗歌，毋茫伫即个诗歌中间，真正有一首是你会当家记起来。尤其是咱知影哦，诗歌伫历史顶头常常发挥真奇妙的魅力。咱咧讲到耶稣是生命的盼望，即中间有一首诗歌，吼。这首哈，真特别。小小城市伯利恒哈，小小碎碎城伯利恒哈。你看这个时间，1865年，149年前，你想到啥？1865，那用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马雅各医师来台湾将福音传来。1865年是我们台湾近代史听到福音第一天哈，这第一年186。但是要知道，1865年哈，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叫做菲利普·布鲁克斯，他有机会在年底到耶路撒冷去，有机会去伯利恒参加圣诞的赞美礼拜，他。伊敢从哪会遮深，你知无？因为1865年拄好是美国南北战争都结束，美国南北战争在1861年到1865年，在这个4年的战争中间，美国总共那个时候人口才将近1000万人，结果有300万人参战，路也靠掉，囡仔靠掉，差不多大部人拢在那边战争，总共死了60万。超过60万的人在南北战争过世，人口才多少？才1000多万人啊！呢，40-60万人啊！所以这个牧师迄年战争4月结束，他有机会到年底到伯利恒去参加平安夜的礼拜。他看到那个伯利恒这么样一个这么安静的一个那个圣诞的一个礼拜哈。买是无电的，是安怎哈？看到那个伯利恒的那个圣诞夜，然后他又想到他刚刚才从美国南北战争过来哈，才从那个
那个南北战争才结束，所以他非常感触很深。来，下一页，请下一页。所以他就写了一个诗歌，这个我编啊，这个我编啊，这个没有变，你下一首诗歌，这首诗歌都我哋讲第二节，你看那个宁静表达出来这是中文的。如果你能够唱英文，我们唱一节，它总共4节我们唱第1节，美哉圣城小国立门。美哉圣城，你是何等宁静，更深夜清晨虽无梦，群星悄然于心。站在你黑暗前方，显耀永恒之光，万事希望。大家拢期待战争会当结束，是不是？大家拢期待战争会当结束。来，下一页，咱用台语来，岁岁相见别离，心在高天安静。罗密水莲啊，金更变就归航，林绿山色茫呀呀，一米沙度的家。这个歌词这个歌词刚好跟我们讲到我们生命的实况，不管是你个人还是整个的世界。我们常常在那种软弱、病痛、那个黑暗的中间、战争的中间，但是我们又非常期待那个平安能够过来。所以歌词最后一句话说：“世间人的愿望，甲这个惊吓要相赌，哪有可能啦？战争惊吓对抗，甲大家期待的平安喜乐，哪有可能相赌？乌水甲白水，哪有可能相赌？历史甲咱讲，通过耶稣基督，福音就是通过福音，互咱的实况、软弱的实况，甲真实的平安会当相拄到底。这首诗歌，嘛是一个149年前，这个牧师伊所写的这首诗歌真重要，要甲咱讲的。所以，这款的代志敢会发生？年轻人记得第1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第1次世界大战，1914年第1次世界大战，第1次世界大战。但是那年的12月24，如果你回去读历史的时候，你就知道，在第1次世界大战，他们挖壕沟，那种壕沟，你看这都黑白照片然后阿兵哥这样拿着枪那个壕沟一条线非常长，从那个比利时、法国一直往南上。那条线战线叫做西线 ，West 叫做西线，就是在西边最前线的地方叫做西线西线第1次世界大战，就那一年的12月24号，大家又冷，另外一系就在那个法国西北的一个地方，英国军队跟德国军队，英国跟德国相对抗，踮伫个壕沟两边，迄天另外一系。大家想讲12月24，嘛足无想要提枪，但是顶头讲无用个枪不离身，军人枪一定不离身。突然对面德国那边忽然间，走出来用纸加的一个圣诞树，你会晓加无？用纸剪的圣诞树，那当然没问题，而且上面竟然还有一个小小的光亮亮。他们英国这边仔细一看，原来他把那个烟蒂。还没有熄灭的烟蒂，给它放在那个上面就放出来，就那圣诞树竟然还有一个伯利恒之星过一粒星呢。德国那边竟然把这贴出来，
哇，英国讲啊，恁这什么意思？德军那边哦，有一个会晓讲英文的讲哦，我们今天不要打仗好不好？咱今仔卖修正好无？啊，迄边哦开始用德文唱平安眠、圣诞眠，迄边唱，这边英国嘛用英文唱平安眠、圣诞眠。开始唱了以后，开始有人试看看，头伸出来，哎，对方没有打枪啊，他勇敢的，规个人就行出来哈，哎，对方无该弹。这边有人站出来，那边嘛有人站出来。德国跟英国，阿兵哥在西方战线这边，好过两边军队走出来，互相送对方巧克力，有人摕对方的分，踮遐食分，做阵饮平安眠。照历史所写的，听讲啊，照历史所写的讲，迄天佫办骹球的比赛。你知欧洲人就爱踢骹球的。寒到要死，踢骹球啊，身体较烧落。迄天暗时，大家真欢喜。德国军哦，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军人甲英国的军人，有一个电影，这就爱靠有历史的人才看过，叫做《西线无战事》。年轻人看过吗？啊，25岁以下的大概没有，甚至听都没听过。这后来还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西线无战事”，意思就是说一切都平安。有时候回到家里，你若早起出来再发现讲啊，是啊，我今仔水袂记咧关吼，先下烧滚水。回到家一发现啊，西线无战事，表示说，不是讲下滚水出问题啦，无去互骂啦，叫做西线无战事哈。这就是这个故事，西线无战事。人类所期待的，伫战争的中间，伫黑暗的中间，真正会当有平安有喜乐吗？耶稣基督的降生带来这款奇妙的代志，所以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以赛亚书第9章，咱读2届哦。启英文的时候咱读1届，拄啊读圣经的时候，杨长老阁带咱读1届。伊咧讲到迄款，伫咱的人类的中间、环境的中间，充满痛苦、充满受藐视、充满黑暗、充满死人的地，这种被藐视、痛苦、黑暗，存在我们生命的每个阶段中间。像我逐所在拢有，即款的呢，受表示的伊特别在讲到一个所在，就是拿弗他利、西布伦，这是加利利河，这是死海，这条拄好就是约旦河。伊咧讲的就是外邦人的地，拢咧讲到这个加利利河附近，咧讲到这约旦河的东边正边，咧讲到迄个所在无光。无上帝的一个所在，互人藐视黑暗的所在。什么叫做黑暗的所在？黑暗就是无公平的所在。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咱真实的故事。路加福音2章是在说到耶稣诞生的时候，约瑟跟玛利亚个大有身孕大腹肚，千里迢迢对伫拿撒勒走来到伯利恒的所在。为什么？因为迄阵的皇帝。凯撒叫做奥古斯都，伊为着要会当扣税金，扣了搁较少，所以下令所有帝国中间的人拢就爱倒转去本乡报价格、报户口，要做户口普查。这个命令一落来，同重要其实就是要扣税金，就是为了要抽税的原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都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去。这款的你会发现到，伫这款的情形下面，敢是一个平安眠吗？咱今仔日咧讲平安眠，一出世的婴仔无所在通住，结果竟然就爱住伫个马条中间，困伫马槽内面吼。这个婴仔的目睭遐大蕊，我都无要相信。拄出世的婴仔，迄个皮肤遐尼幼咪咪，迄个那个稻草吼。迄草啊，少甲你饲者偌艰苦，你知无？偌疼，有间婴仔阮哪会哭呀？耶稣出世，耶稣诞生的时候，也是在这种不是很平安的晚上。为什么？因为他的妈妈生下他是跑了好几天的路程，才赶到伯利恒啊，把他生下来。赶快，耶稣出世，唔通想讲耶稣出世偌平安哦。耶稣出世的时阵。同款是伫即个处境的中间，所以逐摆若看到即款的，我就想到咱的世代，敢毋是嘛安尼吗？你看到这是啥？
今年我特别注目伫遮，心内也常常安尼受提醒。咱若电视开开，报纸掀开，常常看到囡仔无父，还来不及经历到耶稣的爱，还来不及体会到什么叫关怀，还来不及学习什么是跟人家彼此相爱，竟然就被虐待死掉。你想看卖？哪有这款代志吼？咱真歹想象，但是你报纸掀开，电视拍开，哪会常常发生这款代志？有的是3个月、6个月，有是1岁、3岁、5岁，安尼，结果互人送到急诊遐去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啊！莫讲世界各所在，敢若台湾，咱想看卖，偌侪这款代志。来，这看起来敢若真有啥？恐怖分子哈啊，这个呢？啊，正规的军队跟恐怖分子差别在哪里？有什么差别？两个拢野枪，拢想要甲对方打死。大家拢想讲用武力，以为用武力就可以解决事情，以为用武力可以带来和平，以为我的拳头如果比较大，我声音比较大，我若较大声、较昂声，我就会当关对方。有8个国家叫做啥？G8大工业国，因想讲因坐迄个桌顶，就会决定世界的命运，还是叫 G20，叫做什么经济体系？吼，什么安怎？世间人一直踮伫黑暗，踮咧受藐视的中间，家己也毋知。今年咱同面的是啥？即个安尼看无啥有叫做伊波拉病毒。2014年、2014年，你经历到什么？你体会到什么？好像我们一样，在这种黑暗被藐视的一个地方。8大工业国凭什么？因感觉因能决定世界的代志，因滥散用伊的权力啊！上帝交代掌权的人，互因有权力，结果因滥散用遮，造成世界真多的对抗。为什么咱会讲到迄个恐怖主义会走出来？因为关系中间充满对敌，关系无和谐，经济无公义，成为人的心贪心。自然足侪灾害、天灾地变，咱看是因为咱凊彩破坏，无照规矩来。咱看到病毒走来走去，其实发生的时阵，大家拢唔敢讲，医生嘛唔敢讲，啊研究员踮咧研究成嘛，一定唔敢讲吼。即款故事足侪一直咧发生，结果病症会安尼去传开。所以主耶稣甲咱讲一项，真正黑暗，毋是外在的黑暗，是人的心黑暗。咱的目睭若火去的时阵吼，人的心就黑暗，是因为人心黑暗，这个世界才会黑暗。那是安尼，以赛亚书安怎甲咱讲？虽然是伫黑暗的中间，上帝赏赐咱一个婴仔，拄我咱所读的圣经，这个婴仔真特别哦，伊要称作奇妙无私，要称作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被和平的人君。这到底在讲什么？奇妙，我们再说到那个奇妙 （Wonderful Counselor）。Counselor 就是这款的导师，一款会当协谈、会当帮助你，互你知影讲这代志安怎分析、安怎行。讲了后，你爱家己去行，迄你的代志对不？这个协谈者、这个老师不可能替你去考联考啊，不可能去急诊室啊，你要自己去啊。但是这个奇妙，咱讲 wonderful， 你讲耶稣是奇妙的无私，迄个奇妙的意思是安怎？伊行过咱所行的，希伯来人书第4章15节有讲，咱所有的软弱，咱所有的生命经验，伊拢捌行过。所以咱的软弱，咱做袂到的，耶稣用怜悯、用体贴来甲咱担当，伊毋是用责备来。所以这是咱称作奇妙的所在。这个奇妙的无私咧，伊实际上为什么会当安尼做？因为伊是全能的上帝，赢过死亡，伊才有可能安尼做，才有可能为咱担当这一切，伊才有迄个能力啊！所以，互咱看到生命会改变，互咱看到会得胜的事实，毋通想讲代志袂发生。昨暗踮遮有一个报道会来的分享，是纪文慧一个歌星，嘛是一个演员。伊昨咧分享，伊接受福音了后，竟然有可能甲伊的老爸的关系佫恢复。若无伊以前
4年前得到福音以前，伊常常咧想讲，伊的老爸哪会当对这个世界来相信吼？迄是伊上大的福音啊！一个查某囝对老爸的感情是即款的，伊就会当想讲，过去是偌尔艰苦，偌尔痛苦。但是4年前伊得到福音了后，伊竟然会当甲伊的老爸相甲食饭，伊甚至会当开始欣赏伊的老爸。老爸个性也无改哦，对无？一个60、70岁人哪有可能遐尼容易改？但是吼，即个35岁姊妹讲，会当甲老爸相甲食饭，开始欣赏老爸迄个个性哈，老爸的习惯安尼。咱做袂到的，全能的上帝要改变咱的心思意念，改变咱的生命，互咱经验什么叫德性。这个老爸毋是讲就煞哦，这个信仰毋是讲了煞，是日日甲咱相甲伫地，所以咱称做永远伫地的爸，就是这个意思。龙珠回头的故事，各会记得无？远远的所在，老爸双手就拍开啊，踮咧听候伊倒转来，双手拍开，随时咧讲欢迎你倒转来。所以这个老爸，这个以马内利，这个婴仔为咱出世，伊是永远伫地的爸，时刻甲咱相甲伫地。上尾啊咧讲的，这是和平的领军，伊毋是摕藤条，不是拿家规，不是用武器，不是用法令。他是用牺牲自己的生命，牺牲家己的性命，牺牲家己的性命，通过伫十字架顶所流的血来成就这一切的和平啊，来完成一切和平。这是咱咧讲，一个婴仔为咱出世，有一个婴孩为我们降生。因此，最后我们才能够说，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盼望。耶稣是咱生命的盼望。伫黑暗的所在有光照出来。耶稣出世的时阵有2款光。一款光是伫个路加福音2章第9节讲，有主的天使围绕伫因的四周围，主的阳光照伫因的顶面。这是天使出现的时阵出来光。第2款光呢，马太福音第2章第9节，伫讲着有一粒星伫引带东方来朴树，一直到婴仔出世的所在。生命中间有一个光，伫甲咱引带，伫甲咱照。生命中间有一个光，就是耶稣基督，诚做咱生命的光，诚做咱极大的盼望。所以耶稣来到咱中间，伊嘛期待咱嘛当诚做这个光照伫四周围啊。虽然四周围看起来敢若亲像真黑暗，毋过咱要甲耶稣基督三甲斗阵，诚做这个光。这是9年前。对一个1923年这个杂志开始 ，Time 这个杂志开始，1927年，伊这是逐礼拜拢有的周刊，每一年拢会按1927开始，每一年拢会杀出一个叫风云人物。今年互世界大家通注目的人啦，无一定是好人，无一定是好人，所以包括希特勒、邓小平、蒋中正，这拢捌伫中间过，伊咧表示讲，即个人伫即年的中间互人真注目，无一定是好人吼。毋过2005年走出来，毋是一个人，迄个名叫做啥？啊，伊的封面就是安尼写哦。即个封面的遮叫做 The Good 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伊的名。即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是甚物人的名？伊毋是咧讲一个人啊。对无？所以伊甲封面甲即3个人甲写出来。即个人叫做比尔盖茨，即个是因咱较少看因太太。中间即个人今年54岁，波诺波诺，即个人咱无一定捌。即3个人即3个人真趣味。迄年互人选做叫做风云人物。当然比尔盖茨咱较知啦比尔盖茨咱知影。伊足早10多年前就讲，伊的财产拢要出来，所以伊甲财产管出来，毋爱管几百亿美金出来，足侪人就拢甲跌落去。跌拢毋是跌迄款几十万、几百万安尼，还有跌亿的哦。所以即个比尔盖茨，即个盖茨即个基金会即马3000亿美金嘛，拢咧用啥？用送向国家的疫苗、囡仔打预防针、教育、营养等等遮。伊10多年，这10年来拢无咧做，拢无咧公司，拢坐飞轮机间，他伫逐所在看都是大需要。因为伊的妈妈甲讲你趁遐侪钱，就是要帮助人的。
上帝互你赚遐侪钱，都是要帮助人，所以伊的钱大部分拢捐出来，成立基金会，才几百亿，别人一直加码，加到即马要3000亿美金安尼。这个 bonus 呢 ，U2 合唱团知无 ？U2， 这是 U2 合唱团的主唱。伊的爸爸是天主教徒，妈妈是基督徒，真细汉就即款的环境大汉。17岁时阵成立乐团，20多岁因的名就已经比 Beatles 更较互人注目啊！因伫个1989的时阵，拢是逐个国家的总统国王想要邀请因去皇宫去总统府唱歌的一个乐团啊，叫 U2。嘛，敢若即个Bono 会指总统的片啊，讲吼，非洲遮尔散车，拢是恁的责任呢，恁知无？所以伊成立两个组织，一个叫 One。这两个组织拢是要想办法要把非洲的债务解决啊！好，一个唱歌的人，伊的爸爸妈妈的信用影响伊，伊毋茫伊家己的性命嘛会当成做一个光，亲像腓立比人书15甲咱讲的。今天我们一起赞美感谢。如果真的要感谢要赞美，我们就要回应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成为没有瑕疵的儿女。让我们像一个光照在这个时代。有人讲啊，我都无千万、无百万，我也无几亿啊！会记得吼？这内面是啥？一支蜡烛安尼啊！但是那是一支蜡烛，同款会当照光足侪所在啊！你我可能是蜡烛，但是它会带来很大的影响。2014年就要结束啊！2014年看这个杂志，风云人物又不是一个人了，叫做什么 ？Ebola Fighters， 就是伊波拉的战士。为了伊波拉是这个病毒吼，就厉害的病毒。西非真侪，无论是美国、欧洲，其他一寡国家有医生、护理人员、志工社工人员，走去西非、去西非去服侍遐的破片念到致命是75%哦，叫到4个人有3个死，但是这个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毋茫甲这个光嘛照伫个非洲的所在。这毋是国外，咱台湾嘛同款，咱台湾听了真侪这款故事。2009年8月初8，咱有一个大水灾叫做啥？88水灾了，咱迄阵嘛想讲咱逐摆若水灾，咱就安尼去救济遐个原住民部落。敢无一个什么方法会当帮助原住民的兄弟姊妹站起来？所以迄个时阵，咱感谢上帝，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一间学校，嘛拄好有一个兄弟，迄个兄弟伊名一直无爱洪灾，不过迄个兄弟的公司叫做，你用的 USB 用的 DRM， 拢70%拢即个公司出来 USB 啊，全世界一工用几千万两毛，伊拢是即个公司Kingston。伊拢无爱出名，伊嘛共阮成立一个基金会，所以2009年的时候，就敲电话讲，我安尼水灾，你住伫洛杉矶遐要安怎？原住民敢无法度互因会当有一个较久长？台湾有甚物款的机构，无政府做袂到，知影讲政府无可能，有多一个民间会当。要啊，牵线，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马街火专，按2010年开始有一个原住民专班，咱嘛有。教会长老伫个即款事工中间大家最近参与，互即个班会当成每一年有40个学生，拢原住民的，伊所有学费、所有加大，逐个月有6000块的零用钱啊！每一个人的宿舍还有电脑，全部不用钱，5年的时间，而且不止这样，5年互你毕业了，佮甲你补习补到互你护理师考掉，让你护理师考到5年过了。现在还有第6年，看还有第6年够第6年本来想讲看会当够来3年无啦，即摆是爱评估讲今年毕业的2010的，应该是今年要毕业了毕业了，看因是不是无条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回乡，只是希望原住民的朋友因来当受了较好的装备，然后伊的家庭甚至伊的部落，他的部落也能够因为他这个光。照在他们中间，所以咱的教会也好，咱个人也好，常常会当成做这个世代的光，
亲爱兄弟姊妹，咱树林教会踮遮嘛是敢若亲像一个职工共款。你我，咱踮咧咱徛起的所在，嘛共款亲像一个职工。虽然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第2节，佢哋讲到即个世界，逐所在有最最黑暗。毋过，咱如果若有耶稣基督的光，三角斗阵伫即个世代中间，咱就要亲像一个光，照伫社区，照伫即个时代，互人经验到喜乐甲平安到底是甚物。所以，咱即礼拜伫迎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你想看觅？奇妙的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被和平的人君，多一项是我同深刻的体会。当去想看觅，耶稣基督的出世，多一项甲我同有关系。毋通今仔做礼拜煞，转去了后，等下去海霸王食了，代志就煞。无，你想看觅，即个婴仔为咱出世，奇妙的无私，有影伫我的生命中间，定定经验到伊奇妙的作为吗？经验到伊全能会因带吗？捌死国活过无？咱有人捌，互人判断袂出来，讲你可能无救啊！捌经验到伊时刻亲像老爸，甲咱揽掉的无？甲你安慰，甲你鼓励，你是毋是捌看到伊的关系？迄个和平的人君，用牺牲，用屈给家己来拯救咱。这咱想看觅，转去做咱的功课。第2项。伫咱的四周围，你有看到什么人、什么代志？因是伫个黑暗、惊吓、对抗的中间，咱会当为着因做什么？咱这个光会当为着因做什么？伫因欠缺、伫因需要、伫黑暗的中间，咱会当为着因做什么？那安尼，耶稣是生命的盼望，通过你我，咱这个光。嘛要成做四周围的人的生命的盼望，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阮的生命需要光，阮的生命需要主耶稣你。阮感谢你已经多成肉体来到阮的中间，成做阮人生奇妙的导师引带阮，也互阮经验到你四国外的权柄，的日日。包围、看顾、陪伴阮，恳求主你继续，互阮会当欢喜阿罗你的名，嘛对你遐领受即款的权柄、智慧甲气力，来通成做阮的家庭、阮的社区、阮的国家的祝福。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